你睡觉时往左侧还是右侧卧，差别竟然这么大。很多人每天早上醒来，发现自己比睡前还累，脖子僵硬，转头困难，腰背隐隐作痛。你可能以为这是年纪大了的正常现象，但真相并非如此。如果你现在停止观看，很可能你每晚都在让心脏和大脑承受不必要的损害。让我来告诉你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：你的睡眠姿势不仅影响你第二天的精神状态，更是决定你大脑、心脏和脊椎健康的核心变数。这不是老化的必然结果，而是可以改变的习惯问题。请留言告诉我，你从哪里收看这支影片。在我们开始之前，欢迎留言提出任何问题，别忘了订阅频道并开启小铃铛，才能收到我们最新的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你是否正在观看这支影片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内容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打1；如果没有，请打0。每晚当你进入深层睡眠，你的身体正在进行3项关键的修复工作：清除大脑毒素，平衡自律神经，让椎间盘重新吸收水分。但错误的睡姿会让这3项工作完全失效。为什么50岁以后睡眠姿势变得如此关键？因为你的身体修复能力正在下降，每一个细节都开始产生累积性的影响。接下来，让我用40年的临床经验告诉你真正的答案。我是林希辉，今年68岁，从事复健医学已经40年。在高雄的诊所里，我见过数千位被颈痛、椎间盘突出、失眠折磨的病人。让我分享一个典型案例：李素云女士，65岁，来自台中。她以经背晨起头痛困扰10年，每天早上醒来就头晕目眩，血压居高不下。她看过许多医生，大家都说这是年纪大了的正常现象，要她学助接受。但当她来到我的诊所，我仔细观察她的睡眠习惯后，发现问题的根源竟然是她每晚使用的高枕头。这个看似无害的习惯，让她的颈椎整夜保持过度前屈的状态，压迫了椎动脉的血流。我们调整了她的睡眠姿势，改用适当高度的枕头，并教她采用修正侧睡法。仅2周后，她的晨起头痛明显减轻，血压开始稳定，颈部疼痛也大幅改善。她惊讶地对我说：“医师，我以为我得和这些症状共存一辈子。”这个故事不是特例，在我的职业生涯中，我看过太多人因为错误的睡姿而承受不必要的痛苦。让我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来解释：你的大脑就像一个需要定期清洗的水槽，而椎间盘就像海绵，需要在夜间重新吸水膨胀。如果你的睡姿不正确，这个清洗和补水的过程就无法顺利进行。日积月累，问题就会浮现，记忆力衰退、慢性疼痛、心血管负担增加。那么，到底是什么机制在运作？让我们深入了解深层睡眠的3个黄金机制。要理解为什么睡眠姿势如此重要，你必须先认识身体在睡眠时进行的3项关键任务。这3个机制决定了你的大脑、心脏和脊椎的长期健康。第一个机制，大脑排毒系统 （Glymphatic System）。你的大脑有一套独特的清洁系统，称谓类淋巴系统。这个系统主要在深层睡眠时运作，清除白天累积的代谢废物，特别是贝塔、淀粉样蛋白。这种蛋白质的堆积与阿兹海默症密切相关。研究显示，侧睡姿势能让脑脊髓液的流动效率提升到最佳状态。想象一下，你的大脑像一台需要定期冲洗的机器，而侧睡就是打开最有效的清洗管道。如果你采用错误的睡姿，这个清洁过程的效率可能下降30%以上。第二个机制，自律神经的切换。白天，
你的交感神经系统处于主导地位，让你保持警觉和活动力。但到了夜晚，你的身体需要切换到副交感神经模式，降低心率、血压，让器官进入修复状态。错误的睡姿会让你的身体误以为仍处于战斗模式。例如，趴睡时颈部的极度扭转会持续刺激交感神经，导致心跳加快、血压升高。这就像你明明已经下班回家，但身体还以为你在工作，无法真正放松。长期下来，这种持续的交感神经兴奋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，也是许多人即使睡足8小时仍感到疲累的原因。第三个机制，脊椎的减压与修复。你的椎间盘就像汽车的避震器，白天承受着身体的重量和活动的冲击，经过一整天的压缩，椎间盘会流失，水分变薄变扁。夜间睡眠是椎间盘唯一能够重新吸收水分、恢复厚度的时间，但这个过程需要脊椎保持在自然中立的位置。如果你的睡姿让脊椎持续处于扭曲或过度伸展的状态，周围的肌肉和韧带就必须加班来维持平衡，椎间盘也无法充分修复。想象你的椎间盘是一块海绵，白天被压扁，晚上需要泡在水里恢复，但如果你一边泡水一边还在拧它，它怎么可能恢复饱满？这三个机制环环相扣，共同决定了你的睡眠品质和长期健康。关键在于你每天只有1/3的时间躺在床上，但这短短只几小时却决定了你大脑、心脏和脊椎的生物年龄。那么哪些睡姿正在破坏这3项关键任务？让我们一起来看最糟糕的5种睡眠姿势。很多人以为这些姿势最自然，其实正好相反。接下来我要告诉你5种最常见也最伤身的睡眠姿势，每一种都会对你的大脑、心脏或脊椎造成特定的伤害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会告诉你为什么会有这些问题，以及该如何立即改善。让我们从第5名开始倒数。第5名，趴睡。趴睡是我在临床上最不建议的睡姿之一。原因非常明确。首先，趴睡时你的头部必须转向一侧，这让你的颈椎保持极度扭转的状态，长达6到8小时。想象你把一条湿毛巾拧紧，然后维持这个姿势整晚，这就是你的颈椎正在承受的压力。其次，趴睡会压迫你的胸腔和腹部，限制横膈膜的活动空间，导致呼吸变浅。长期下来，你的血氧饱和度会轻微下降，影响睡眠品质。第三，趴睡时你的颞颌关节、下巴关节会承受不均匀的压力，长期可能导致关节疼痛和咬合问题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持续的颈椎扭转会造成小面关节的发炎，刺激周围的神经根。许多人早上起床感到肩膀和手臂麻痹，往往就是因为趴睡压迫了神经。长期下来，这种姿势还可能加速颈椎的退化，形成骨刺。我遇过一位45岁的工程师，长期趴睡导致严重的颈椎侧弯和神经根压迫，最后不得不接受手术治疗。如果你有趴睡的习惯，请立即开始改变过。肚脐间可以在胸前放一个抱枕，帮助你逐渐视阴侧睡姿势，同时稳定肩膀的位置。第4名，仰睡无支撑。对于体重过重、有打鼾习惯或下巴后缩的人来说，平躺仰睡可能是一场灾难。在这个姿势下，重力会让你的舌头和软腭向后坠落，缩窄呼吸道。这不仅会引起打鼾，更严重的是可能导致睡眠呼吸中止症。睡眠呼吸中止症的运作机制是这样的：呼吸道阻塞岛
致呼吸暂停，血氧浓度下降，大脑被迫短暂苏醒以恢复呼吸。这个循环可能在一晚重复数10次，甚至上百次，虽然你可能毫无察觉。反复的呼吸暂停和血氧下降会让你的心血管系统承受巨大压力，每次缺氧，你的心脏都必须更努力工作来补偿。长期下来，这会增加高血压、心律不整和心脏病的风险。更糟的是，因为睡眠不断被打断，你无法进入深层睡眠阶段，即使睡了8小时，早上还是感到疲惫不堪。我的许多病人在改善睡眠、呼吸问题后，都惊讶地发现自己的白天精神和记忆力有了显著提升。如果你必须仰睡，请在膝盖下方放一个枕头，让膝盖微弯，这不仅能打开呼吸道，还能减少腰椎的过度前凸。如果你被诊断有睡眠呼吸中止症，请务必考虑使用连续正压呼吸器 CPAP。第3名，过度蜷曲的虾米姿势。很多人喜欢侧睡，使把身体蜷成一团，认为这样很有安全感。但过度蜷曲的姿势会带来严重问题。首先，当你的胸椎和腰椎过度弯曲时，椎间盘前侧会承受过大的压力，长期下来，这会加速椎间盘的退化，甚至导致椎间盘突出。其次，蜷缩的姿势会限制横膈膜的运动范围，导致呼吸变浅，血氧浓度下降。你可能不会感到明显的憋气，但身体确实在慢性缺氧。第三，如果你的枕头高度不适当，过度蜷曲会让颈椎失去正常的曲线，增加颈部肌肉的负担。过度弯曲的脊椎会让背部肌肉持续处于拉伸状态，无法真正放松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采用这个姿势睡觉，早上起来会感到腰背僵硬酸痛。更严重的是，长期的椎间盘前侧压力可能导致坐骨神经痛。我见过太多病人因为这个看似舒适的姿势，最后需要接受复健治疗，甚至手术。如果你习惯侧睡，请将弯曲角度控制在30到45度之间，不要过度蜷缩，在两膝之间加一个枕头，帮助维持骨盆的中立位置，避免脊椎扭转。第2名，枕头过高。使用过高的枕头是我在诊所最常见的问题之一，特别是在喜欢侧睡的人群中。当枕头太高时，你的颈椎会被迫过度前屈，这让颈部后侧的肌肉整夜处于拉伸状态，无法放松。想象你整晚都在做低头看手机的动作，这就是高枕头对你颈椎的影响。更严重的是，过度前屈会增加椎间盘后侧的压力，长期可能导致椎间盘突出。同时，这个姿势也会压迫椎动脉，就像把水管折弯一样，减少流向大脑的血液。对于已经有血管硬化问题的中老年人来说，这种血流受阻可能导致晨起头晕、头痛，甚至增加中风的风险。许多人误以为枕头越高越舒服，但实际上这只是短暂的心理安慰。过高的枕头会破坏颈椎的自然曲线，让颈部肌肉必须持续工作来支撑头部的重量。我有一位62岁的病人，长期使用2个枕头叠在一起睡觉，他每天早上都头痛欲裂，以为是高血压的问题。但当我们调整他的枕头高度后，头痛竟然奇迹般的消失了。选择一个刚好能填补肩膀到耳朵之间空隙的枕头。测试方法很简单，侧躺时，你的头部、颈部和脊椎应该形成一条直线，处于中立位置，不过高也不过低。第1名，仰睡伸直双腿。排名第1的最伤身睡姿是很多人认为最标准的姿势，平躺仰睡，双腿伸直。这个姿势的问题在于，现代人因未长时间坐着，髂腰脊连接腰椎和骨盆的肌肉已经处于缩短状态。
当你平躺伸直双腿时，这些紧绷的肌肉会把你的腰椎向前拉，造成过度前凸，让下背部悬空。这时候，你的腰椎小面关节会承受过大的压力，长期下来会导致关节发炎、骨刺形成，以及持续的下背痛。对于已经有椎间盘突出或椎管狭窄问题的人来说，这个姿势会让症状明显恶化。当你的下背部悬空时，腰椎周围的小肌肉必须持续收缩来维持稳定，无法真正放松。这就像你的腰部肌肉整夜都在做桥式运动，当然会疲劳和疼痛。我见过许多病人抱怨早上起床时腰部特别僵硬，需要活动10几分钟才能缓解。当我询问他们的睡姿，几乎都是这种平躺伸直的方式。改变睡姿后，他们的晨起腰痛都有了显著改善。有些人甚至告诉我，他们多年的慢性腰痛就这样消失了。如果你习惯仰睡，务必在膝盖下方放一个枕头，让膝盖微弯。这个简单的调整能放松髂腰肌，让你的下背部平贴在床上，大幅减轻腰椎的压力。知道错才好改。我们一起学修正侧睡法，保护心脑脊椎的黄金姿势。现在你已经知道哪些睡姿会伤害你的身体，让我来教你一个经过临床验证、最能保护大脑、心脏和脊椎的睡眠姿势。我称它为修正侧睡法。这个方法结合了脊椎力学、呼吸生理学和神经科学的原理。经过我40年的临床实践，已经帮助数千位病人改善了睡眠品质和健康状况。选择合适高度的枕头，这是最关键的一步。你的枕头必须刚好填补肩膀到耳朵之间的空隙，让你侧躺时头部、颈部和脊椎形成一条直线。测试方法，请家人帮你拍一张侧躺的照片，或者对着镜子观察。如果你的头向下垂或向上仰，就需要调枕头高度。正确的枕头应该让你的鼻子对准你的胸骨中线。记住，侧睡需要的枕头高度通常比仰睡高。如果你会在夜间变换姿势，可以准备2个不同高度的枕头，或选择2侧高度不同的记忆枕，采用轻度弯曲的侧躺姿势。无论你选择左侧还是右侧，都要让髋关节和膝关节保持轻度弯曲，大约30到45度角。这个角度能让你的脊椎维持自然的曲线，同时放松髂腰肌。关键是轻度弯曲，不要过度蜷缩成虾米状。想象你在放松地坐在椅子上，然后把这个姿势侧倒到床上，这就是理想的弯曲程度。在双膝之间加一个枕头，这是很多人忽略的重要细节。在膝盖之间放一个枕头，能防止上侧的腿向下滑落，避免骨盆旋转和腰椎扭曲。选择一个中等厚度的枕头，让你的骨盆保持中立位置，上侧的髋关节略高于或与下侧髋关节平齐，这能大幅减轻下背部和骨盆的压力。有些人喜欢使用专门的身体枕或掌枕，这也是很好的选择。关键是要稳定骨盆，避免脊椎扭转。在胸前抱一个枕头，将一个小枕头或抱枕放在胸前，轻轻环抱。这个动作有2个重要功能：第一，防止肩膀内旋和胸椎向前塌陷，保持上背部的稳定；第二，为上侧的手臂提供支撑，减少肩膀和手臂的压力。很多人侧睡时手臂发麻，就是因为缺少这个支撑。不需要抱得很紧，只要轻轻搭在枕头上就好，让你的肩膀保持在自然放松的位置。如果转为仰睡，加用膝下枕头，有些人在夜间会不自觉地从侧睡转为仰睡。如果你有这个习惯，可以在膝盖下方先放一个枕头。当你转位仰睡时，这个枕头会自动支撑你的膝盖，
让髂腰肌放松，下背部平贴在床上，这样即使改变姿势，你的脊椎仍然能获得良好的支撑。该选择左侧还是右侧？这个问题很多人会问。一般来说，如果你有胃食道逆流的问题，建议左侧卧，因为胃的位置偏左，左侧卧能利用重力防止胃酸逆流。如果你怀孕了，特别是在第2、3孕期，医生通常建议左侧卧，因为这能改善血液回流到心脏，减轻对下腔静脉的压迫。但如果你有充血性心衰竭的病史，可能会发现右侧卧更舒适。这是因为左侧卧会增加心脏的感知负担。对大多数健康人来说，左右两侧没有太大差异，选择你觉得最舒适的一侧，或者在夜间交替变换都是可以的。给初学者的鼓励，我知道改变睡眠习惯并不容易，没有人能在一夜之间完全改变几十年的习惯。我的建议是在睡前花2分钟时间，有意识地摆好修正侧睡法的姿势。即使你在夜间会不自觉地改变姿势，至少入睡时是用正确的姿势开始的。渐渐地，你的身体会记住这个姿势带来的舒适感，自然而然地保持更长时间。许多病人告诉我，大约2到3周后，他们就能适应新的睡姿，并且开始感受到明显的改善。试试看，今晚就开始，给自己1个月的时间，你会发现惊人的变化。除了正确的睡眠姿势，还有3个辅助技巧，能显著提升你的睡眠品质。睡前3小时避免酒精。很多人以为睡前喝点酒能帮助入睡，这确实没错，酒精能让你更快进入睡眠，但问题在于酒精会严重破坏你下半夜的睡眠结构，特别是快速动眼期 REM 睡眠。REM 睡眠对记忆巩固和情绪调节至关重要。当酒精抑制 REM 睡眠时，你即使睡了8小时，第2天还是会感到疲惫和情绪低落。如果你有饮酒的习惯，请至少在睡前3小时停止，让你的身体有足够时间代谢酒精。聪明管理、水分摄取、频繁起夜是打断深层睡眠的主要原因之一。要解决这个问题，关键不是减少总水量，而是调整饮水时间。我建议采用这个时间表，早上8点到下午6点之间均匀分配饮水，确保身体获得足够水分。晚上8点以后明显减少饮水量，睡前60分钟尽量避免喝水，除非需要服药。同时要注意，茶、咖啡和含糖饮料会增加尿液产生，晚上更要避免。如果你有服用利尿剂，请咨询医生是否能调整服药时间到早上。打造理想的睡眠洞穴。你的卧室环境对睡眠品质有巨大影响。理想的睡眠环境应该具备以下特点：温度在20到22度之间，太热会干扰深层睡眠，太冷会让肌肉紧张、可能黑暗及使微弱的光线也会抑制褪黑激素的分泌。考虑使用遮光窗帘或眼罩，安静。如果无法避免噪音，可以使用耳塞或白噪音机器来遮蔽干扰。睡前1小时避免蓝光，手机、平板和电脑的蓝光会抑制褪黑激素，让你难以入睡。总结与呼吁，让我们快速回顾一下今天谈到的重点：5种最伤身的睡姿：趴睡、仰睡、无支撑、过度蜷曲、枕头过高、仰睡、伸直双腿。2种推荐的睡姿修正侧睡法，配合4个枕头，仰睡加膝下枕头。3个辅助技巧：避免睡前饮酒，管理水分摄取，打造理想睡眠环境。健康不是偶然，是每天一点点的好选择。
你的睡眠姿势可能看起来是小事，但它每晚都在影响你的大脑、心脏和脊椎。从今晚开始，给自己一个改变的机会，试试修正侧睡法，调整你的枕头，创造更好的睡眠环境。如果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，请分享给你的父母和朋友。良好的睡眠是我们能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。祝你今晚好眠，明天醒来神清气爽。我是林夕，辉医师，我们下次见识。可以准备2个不同高度的枕头，或选择2侧高度不同的记忆枕。第2步，采用轻度弯曲的侧躺姿势。无论你选择左侧还是右侧，都要让髋关节和膝关节保持轻度弯曲，大约30到45度角。这个角度能让你的脊椎维持自然的曲线，同时放松髂腰肌。关键是轻度弯曲，不要过度蜷缩成虾米状。想象你在放松地坐在椅子上，然后把这个姿势侧倒到床上，这就是理想的弯曲程度。第3步，在双膝之间加一个枕头，这是很多人忽略的重要细节。在膝盖之间放一个枕头，能防止上侧的腿向下滑落，避免骨盆旋转和腰椎扭曲。选择一个中等厚度的枕头，让你的骨盆保持中立位置，上侧的髋关节略高于或与下侧髋关节平齐，这能大幅减轻下背部和骨盆的压力。有些人喜欢使用专门的身体枕或掌枕，这也是很好的选择。关键是要稳定骨盆，避免脊椎扭转。第4步，在胸前抱一个枕头，将一个小枕头或抱枕放在胸前，轻轻环抱。这个动作有2个重要功能：第一，防止肩膀内旋和胸椎向前塌陷，保持上背部的稳定；第二，为上侧的手臂提供支撑，减少肩膀和手臂的压力。很多人侧睡时手臂发麻，就是因为缺少这个支撑。不需要抱得很紧，只要轻轻搭在枕头上就好，让你的肩膀保持在自然放松的位置。第5步，如果转位仰睡，加用膝下枕头。有些人在夜间会不自觉地从侧睡转位仰睡，如果你有这个习惯，可以在膝盖下方域先放一个枕头。当你转位仰睡时，这个枕头会自动支撑你的膝盖，让髂腰肌放松，下背部平贴在床上，这样即使改变姿势，你的脊椎仍然能获得良好的支撑。该选择左侧还是右侧？这个问题很多人会问。一般来说，如果你有胃食道逆流的问题，建议左侧卧，因为胃的位置偏左，左侧卧能利用重力防止胃酸逆流。如果你怀孕了，特别是在第2、3孕期，医生通常建议左侧卧，因为这能改善血液回流到心脏，减轻对下腔静脉的压迫。但如果你有充血性心衰竭的病史，可能会发现右侧卧更舒适，这是因为左侧卧会增加心脏的感知负担。对大多数健康人来说，左右2侧没有太大差异，选择你觉得最舒适的一侧，或者在夜间交替变换都是可以的。给初学者的鼓励，我知道改变睡眠习惯并不容易，没有人能在一夜之间完全改变几10年的习惯。我的建议是在睡前花2分钟时间，有意识地摆好修正侧睡法的姿势。即使你在夜间会不自觉地改变姿势，至少入睡时是用正确的姿势开始的。渐渐地，你的身体会记住这个姿势带来的舒适感，自然而然地保持更长时间。许多病人告诉我，大约2到3周后，他们就能适应新的睡姿，并且开始感受到明显的改善。试试看，今晚就开始，给自己1个月的时间，你会发现惊人的变化。除了正确的睡眠姿势，还有3个辅助技巧能显著提升你的睡眠品质。技巧1：睡前3小时避免酒精。
很多人以为睡前喝点酒能帮助入睡，这确实没错，酒精能让你更快进入睡眠。但问题在于，酒精会严重破坏你下半夜的睡眠结构，特别是快速动眼期 REM 睡眠对记忆巩固和情绪调节至关重要。当酒精抑制 REM 睡眠时，你即使睡了8小时，第二天还是会感到疲惫和情绪低落。如果你有饮酒的习惯，请至少在睡前3小时停止，让你的身体有足够时间代谢酒精。技巧2：聪明管理水分摄取。频繁起夜是打断深层睡眠的主要原因之一。要解决这个问题，关键不是减少总水量，而是调整饮水时间。我建议采用这个时间表，早上8点到下午6点之间均匀分配饮水，确保身体获得足够水分。晚上8点以后明显减少饮水量，睡前60分钟尽量避免喝水，除非需要服药。同时要注意，茶、咖啡和含糖饮料会增加尿液产生，晚上更要避免。如果你有服用利尿剂，请咨询医生是否能调，整服药时间到早上。技巧3：打造理想的睡眠洞穴。你的卧室环境对睡眠品质有巨大影响。理想的睡眠环境应该具备以下特点：温度在20到22度之间，太热会干扰深层睡眠，太冷会让肌肉紧张，可能黑暗，即使微弱的光线也会